台南市民族管弦乐团气势杂族的乐曲夹起序幕，青春音乐剧以为是 BL， 结果是 BFF， 嘛再来精彩的表演内容。2025新风艺术节将伫4月19登场，一路持续到6月份。期间规划大大小小46场的音乐表演、展览甲地方体验活动。那这里面有我们民族管弦乐团的一个春季音乐会，那么也有青年的专场，也有文学剧的一个专场。那另外我们也结合了南关社大，我们一起做了新丰郡的浪漫风情这样子一个体验旅游工作坊的一个形式，让大家能够来享受我们南关县的一个竹雕、木雕、竹编，还有眷村美食。艺术节邀请推动规定来跳舞计划的艺术家，开幕结合40派 DJ， 打造融合肢体甲节奏的正向开场，甲南关社大合作，深入探索在地人文甲生活美学。文化局嘛鼓励青少年使用文化杯，参与归人文化中心的艺文活动。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